歡迎嚟到朵朵嘅水彩世界，我哋一齊嚟睇下一個特別敏感嘅小女孩點樣用畫筆畫出神奇嘅魔法啦。朵朵係一個對世界好敏感嘅女仔，街上面嘅車聲、大聲嘅講話，對佢嚟講都好似打雷咁刺耳啊！猛烈嘅太陽光或者好多人嘅地方，都會令朵朵覺得好辛苦。只想快啲匿埋一邊。朵朵成日覺得自己太脆弱，點解其他人覺得冇問題嘅事，自己會咁驚呢？佢覺得好孤單。直到有一日，朵朵發現咗一盒水彩，當佢揸起畫筆，心入面嘅不安突然平靜落嚟。朵朵將刺耳嘅聲音畫成紅色嘅尖角形狀，將唔開心嘅感覺變成藍色嘅波浪。佢仲留意到其他人睇唔到嘅微細事物，將溫柔嘅微風畫成溫暖嘅黃色漩渦。朋友見到朵朵嘅畫都覺得好靚，原來朵朵畫出咗大家平時忽略咗嘅美好呀。呢個時候，朵朵終於明白，敏感唔係缺點，而係令佢擁有豐富想象力同同理心嘅超能力。朵朵而家好鍾意自己嘅特質，佢繼續用水彩筆將呢個世界畫得更加溫暖同美麗啦。